本年度嘅諾貝爾化學獎揭曉，分別由嚟自英國同埋美國嘅3位科學家共同獲得，表揚3個人喺研究蛋白質嘅貢獻。張國業嘅報導。諾貝爾化學獎係繼今個星期稍早宣布嘅醫學獎同物理學獎之後，今年頒布嘅第3個獎項，由美國科學家貝克同2位嚟自英國科技界嘅哈薩比斯同詹柏獲得。獎金相當於145萬加元，其中一半由貝克獲得，另一半由哈薩比斯同詹柏平分。貝克被稱讚完成咗構建全新蛋白質種類嘅幾乎不可能創舉。佢喺得獎感言中表示And I'm really excited about, I think, all the ways in which protein design can now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n health, medicine, and really outside in technology. 諾貝爾委員會指出，另外2位科學家哈薩比斯同詹柏利用人工智能模型 AlphaFold2，提高咗研究人員已經識別嘅幾乎2億種蛋白質嘅結構預測準確性，解決咗一個50年前嘅問題。根據氨基酸序列預測複雜嘅蛋白質結構，而貝克嘅成果就可以用於藥物、疫苗、納米材質甚至微型感測器等領域。